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适、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啊。今天這個胡適又是收了一根大陽線完成了 A 股的13連陽，馬上就要創紀錄了A 股歷史上最長的好像是16連陽，現在今天是13連陽，指數也創了10年的新高。1月6日，三大指數集體收漲，滬指高開高走，再創10年新高，量能持續放大。截至收盤，滬指漲 1.5%， 深成指漲 1.4%， 創業板指數漲 0.75%。 最主要的是這個成交量還放大了，滬深兩市成交額 2.81萬億，較上一個交易日放量2600億。上漲的家數4108家，下跌的家數1222家。雖然这個成交量不錯，而且是13連陽走勢，氣貫長紅但是散戶賺錢依然不容易還有1222家是在下跌的。這個 A 股給人感覺是放量逼空行情，這個一定要把這個指數牛市演繹到底將指數牛市進行到底。今天的暴漲主要跟這個券商、保險這些權重股上漲有關係。沙灘上建高樓這個商業航天板塊繼續高歌猛進中國衛通6天4板，金風科技走出7天3板，雙雙創歷史新高。這個保險股再度集體暴走，意味着什麼中國平安股價創歷史新高，即2026年首個交易日，保險板塊以 6.17% 的漲幅問鼎 A 股。1月6日，保險股再度集體暴走，截至午間收盤，中國平安、新華保險、中國太保均已創下歷史新高。第一財經注意到，不少機構預測2026年保險股將代替銀行股，成為長期穩健資金入市最重要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平安復權盤中最高價達到235元，超越了2020年11月30日的盤中高點234元，創下歷史新高。這個保險股接過銀行股的大旗，說明什麼呢？第一個，說明銀行股確實拉不動了，再拉就爆了，對吧？銀行股為什麼拉不動？咱們節目說了太多了急需找到一個新的龍頭。這個龍頭既保險既安全，又能容納大量的資金。那這個國家隊主力社保基金把眼睛就盯向了這些保險股、類銀行股、類金融股照這個思路下去下一步就是券商，就是這些主力資金就是這個國家隊他把這個銀行股這個池子灌滿了，沒法再灌了，再灌就要爆，他下面就灌這個保險股。等保險股灌的差不多了，不能再灌了，他下面恐懼就要灌這個券商股。照這個思路下去一定是類金融行業或者就是泛金融行業，這好掌控等這些灌完了之後，恐怕就灌這個什麼中國移動這個中字頭的這種現金流穩定的企業。目前國家隊主力的資金恐怕就是這個意圖如果你要是還在這個胡適裡邊搏殺的話，又想求穩，那我這個建議應該是管用的。就是你又在裡面搏殺又想求穩，那你就多關注這些類金融股。銀行它已經不能再拉了，銀行現在掉頭往下，這個業績包括不良貸款只是抱不住火那保險恐怕還能抵擋一陣子，对吧？混個2年沒毛病。券商對吧？現在牛市券商股它理應對吧？業績不會差，指數牛市嗎？券商股券商的業績不差，它的分紅對吧？符合這個高股息的特徵，社保基金對吧？這些保險資金進入市，壽險這些，但這些已經承接不了了那些大量的資金的時候，那後面恐怕就是那些中字頭有穩定現金流的，就成為國家隊主力的這個他們的一個蓄水池。反過來說，就是銀行股銀行股要小心了。2025年年報恐怕就不太好看，2026年就更不好看。這個財聯社1月5日電，高盛5日發布題為《中國2026年展望：探索新動能》宏觀報告。報告稱，2026年建議高配中國股票。報告分析，2026年中國出口存在結構性上行空間，投資在政策支持下有望反彈。政策對服務消費更加重視，並鼓勵增加假期和帶薪休假。報告還談到“15+5”規劃建議中，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和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被列為優先事項。未來幾年，中國的出口和經常賬戶可能會保持強勁。高盛股票策略團隊此前在亞太範圍內建議高配 A 股和港股，預計2026年和2027年中國股市將每年上漲15%至20%。我們看看這個
資本市場的治理啊，這個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啊，他說1月5號，證監會召開資本市場財務造假綜合懲罰體系跨部門工作推進座談會，吳清啊主持會議並講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多部門參會，共同研究推進進一步加強財務造假綜合懲罰重點工作。這個一組數據啊，可以讓人知道這個財務造假多嚴重。這個不是咱們天天說啊，這對吧？他是咱們官方自己公布的數字啊。2024年以來，那麼這就2年時間啊，證監會累計查辦財務造假案件159起。2年時間啊，一年是80起，一個月差不多七起。你一個資本市場啊，一個月查7起造假、財務造假，這個你也在那萬惡的美帝那兒，這難以想象啊。問題是處罰什麼呢？罰沒金額81億元，會同相關部門堅持懲首惡和打幫兇並重，對43起案件大股東和實控人嚴肅追究責任，對配合造假的第三方堅決以行政違法共犯方式嚴懲。問題是2年查了160起，对吧？一共罰款是81個億，只有43起，這個也就是1/4的這個案件啊，受到了嚴肅的追究責任。那還3/4恐怕就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這個說實話啊，擱在哪個市場都是罕見的，都是不可想象的。昨天咱們說了，80家券商受到處罰，你說還有這樣的市場嗎？你這個市場有好人嗎？當然了，不影響的指數牛市啊。沙灘上建高樓，你看看不也挺好的嗎？但是你知道它什麼時候倒下来呢？你能不能保證你在它倒下來之前你跑掉呢？对吧？如果你要跑不掉，那你对吧，都是暫時替別人保管啊，即便賺了這個3瓜2棗的，替別人保管，一定會對吧？本金加利息如數奉還。關於這個制度建設啊，咱們節目裡面天天說，我們看看這個專家是怎麼說的。大家看視頻。從吳校長開始，就是從你的角度，你怎麼看這個市場？從制度角度啊，這個現在中國的這個資本市場到底什麼個狀態？最近一個時期呢，我經常會談到要重構中國資本市場生態鏈。我看我跟博明總這個論壇我們對話也用了這個詞，這個一定要重構它，因為我們過去的生態鏈呢是在以融資者為中心的這樣一個環境下所形成的。你看它的法律對融資者的違規違法行為處罰的比較輕，同時呢，我們的上市公司的結構也有問題啊。當然，科創板開設以後呢，沒有一定把商業盈利作為必要條件，這是正在改善我們市場的這種供給端的生態鏈啊。所以生態鏈的這種重構變得特別的重要。這個重構的邏輯呢，就是我們從過去的融資者為中心，方便企業融資這樣一個理念，過渡到投資者權益的保護，這個很重要。投資者的權益的保護已經放在首位了。這樣一來，我們就開始要系統的考慮過去的規則已經不適合於今天了啊。那怎麼重構呢？當然從資產端開始，從進入市場的這些企業開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創業板特別是科創板是具有重要的價值。雖然我們能從它的實踐中找到這樣那樣的缺陷，但總體的方向是正確的，包括註冊制的改革，我認為這是正確的。當然他們在實踐中有這樣那樣的一些小的缺陷，但方向沒有錯。第二個呢，重構生態鏈是要把這個市場的資金端要改革，資產端改了以後，資金端必須改，就投資端要改。過去我們的投資端是以中小投資者為主，就個人投資者為主。這個市場當然它成長不起來，一個以個人投資者為主的市场永遠沒有成長性啊。所以我們現在包括前天啊，金融監管總局關於保險公司進入股票市場投資降低它的風險權重、風險係數，也就是說鼓勵大資金進入市场，這也是正在改革我們的資金端。那麼這個資金端的改革、投資端的改革的核心是要擴大市場的流動性，讓市场有充分的流动性。它有了充分的流動性之後，這個資產的價格才能發揮，它才能發現，才能進行有效的組合，這個資產的流動性才會改善。那麼第三個呢，它的生態鏈的第三端是制度改革啊，制度層面的改革，從刑法開始啊，到這個民事賠償的民事法律啊，也到各類的行政法規，包括證監會的從發行制度到退市的一系列的規則。它就要圍繞着市場
它是一個投資的市場，是圍繞着投資者利益權益的保護這個角度來把整個規則做調整。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就在這個層面上的，除了法律以外的行政規則，證監會可以稱之為現在是國務院的組成部門，所以它現在它的規則叫行政法規。證監會原來是一個事業單位，對，它不是國務院系列單位。所以從這個層面看呢，當然交易所就更是一般的規則了啊。從這個層面上，有些規則要適當的調整，沒問題。剛才季總談到的呢，是在這個層面上啊，就是這個規則的層面上調整。但更重要的是上面三個不動，光說那個小的沒有意義啊。當然，這是我想把這個大的框架要理清楚，把那個重點搞清楚，方向搞清楚，別就一個很小的問題，天天在那裡說，天天在討論，沒有意義。大環境沒有變，你弄那些東西有什麼意義？我們一定要理解，要沒泡沫，你們肯定不去。因為正在有個泡沫的過程，你們才去嘛，啊，投資本質上是從一個起點到泡沫的一個過程，啊，當然呢，我們每個人只要是在透明度的前提下，每個人能做出判断，啊，能做出判斷，所以這個，有時候你看一看真正的泡沫，我們叫金融危機吧，啊，或者大的風險，實際上也是一個市場出清的過程，啊，為什麼有時候需要一個出清的過程？你要把那個壞的東西淘汰掉，怎麼淘汰？行政機制不能淘汰，通過市場就淘汰。所以納斯達克2000年的危機，沒那個危機，估計大概率沒有後面這個七姐妹裡面的幾個大玩意是沒有的，因為那個時候太多了，一淘汰把它淘汰掉。我們更重要的問題不在於它的泡沫，是在於泡沫之後，我們這個市場有一種很完全的生存能力，有一種淘汰的機制。這是最重要的。我們的改革就要形成這樣一種金融體系、金融結構，它有彈性，它可以把壞的東西淘汰掉。這個吳小球說啊，對吧？這個擠泡沫是有必要的，我不能說他說錯了啊，他這個說法是對的。但是這個難免很殘酷啊，就是說，如果我們作為投資者，作為小散戶，你要是踩在這個泡沫裡面擠泡沫，雖然這個行業好了，對不對？雖然未來光明，但你沒了，你被出清了，對吧？你被清零了，对不對？我們要從宏觀的上帝視角來看啊，這個對咱們資本市場，對咱們行業都有好處。但是從微觀角度，從你的角度來看，你完蛋了。就像這個建工爺叔一樣，他買的是上海建工這個建築類的股票，房地產，對吧？或者相關的現在都不行，都在出清。那你說建工爺叔這十幾年的青春呢？不能叫青春啊，他這十幾年的夕陽，這幾十萬在裡面。我看這個大牛市，上海建工那動都不動啊，這才叫揪心吶！沒炒過股票的人理解不了這個心態啊，這個才叫焦慮。那邊指數在狂漲飆升，這邊你的股票動都不動，然後你堅定信念，對吧？你相信它會漲，但是你更加焦慮啊。如果指數是2000多點，大家都一樣，雖然那個時候啊，這個心裡慌慌的，但是一看別的股票都沒漲嘛，對吧？要窮大家一起窮。現在指數漲了4000點了，你的股票不漲，這指數往下一跌一回調，你的股票還跌，這叫焦慮。這個新的煩惱又出來了，對吧？雖然是大牛市，哎，很開心，感覺你這個股票漲得可能更大，但是你又不敢換，根本就不敢換。你要說把這股票賣了，我就追那個摩爾县城去，對吧？追那個什麼寒武紀，好了，你又套在这個山尖上，有可能啊。結果你那個對吧，拿了10幾年的股票呼呼往上漲，這不氣得吐血嗎？這麼一操作人就差不多了啊。所以他不敢動，他越是這邊指數漲，他股票不漲，他越不敢動，越不動，反正你這些股票都不漲。現在是個結構性的這個牛市，指數牛市，對吧？有些科技股漲上天了，已經不停的創新高，散戶也不敢追，就像銀行股一樣的，散戶也不敢追。追就套你，所以專家說，對吧？這個出清這個泡沫對這個中小投資者來說，那你一旦踩上了，那你就完了。所以說啊，這個想通過股市賺錢太難。指數牛市啊，賺錢的就是極少數人，但是这極少數人呢，你只要不離開賭場，你最終還是要以賠錢收場啊。所以說，專家說制度建設，你看看2年查出160家造假，能怎麼樣？今年力度加大，今年恐怕就能查出100家、200家。自己查自己有什麼用呢？對吧？偵查呀，你不需要聯合這麼多部門。就像專家說呢，你還是把法律規範改一改，完了之後允許市場自查，也就是允許做空，有人盯着你，你敢造假，就有人做空，一做空，你大股東很有可能就傾家蕩產。記住了，自查自糾解決不了問題。所以你看啊，這個16倍大牛股
天普股份被監管警示。天普股份收到上交所下發的監管警示函，公司因利用子公司经营范围炒作人工智能概念，信息披露不准确、不完整，風險提示不充分。公司和时任董事沈偉毅、董秘吳平燕均被予以监管警示。該函文號0001，為2026年滬市首份監管警示函。此次監管警示讓2025年因股價大漲16倍，成為市場關注焦點的天普股份再次深陷輿論漩渦。記者以投資者身份致電天普股份接線工作人員，明確關於子公司天普新材的業務方面，人工智能是目前沒有進行的。我們公告也是明確寫出，關於芯片其他業務目前也是沒有開展的。你說就這麼一個企業啊，只是向外放風啊，說我們要搞人工智能，我們要搞芯片，什麼業務都沒開展，只是放風，然後外面有人炒作，好，公司在這兒半推半就，25年漲16倍，這種現象怎麼杜絕呢？對吧？靠你監管是沒有用的。我剛才就說了啊，你只能靠那些做空的，你敢吹，人家就敢去查，人家就敢去做空，对吧？人家就会實地去調查暗訪，你那企業啥也沒幹，一個破產房裡面放幾個服務器，這就是算力企業。我告訴你，滬市大部分科技公司都是這樣的，跟他們相比啊，那360都算高科技公司，你就問你服不服吧？所以不要相信什麼科技公司這些啊，等它垮台的時候，你才發現啥也不是，一地雞毛。賣火腿腸的說來搞算力、搞芯片，對吧？然後跟哪個什麼杭州某公司簽一個算力大單40億，過幾個月啊合同作廢，就這些亂象不是管不了，不是杜絕不了啊，實際上是能杜絕的，因為美的哪怕是印度的股市都杜絕了，為什麼你這兒杜絕不了？是不想杜絕。就這麼個企業居然25年漲了16倍，上交所給他發個函，嚇得自己說實話，說啥業務也沒有。我們再看啊，這個第一財經報道啊，廣道數字成2026年退市第一股，這個北交所的啊，廣道數字啊，喜提2026年退市第一股啊，7年財務造假，營收虛增99%，線下攔截詢證函，私刻公章。1月5日，廣道數字因觸及重大違法強制退市情形，正式被北京證券交易所終止上市並摘牌。這是2026年首支退市股，也是北交所首單重大違法退市案例。廣道數字成立於2003年，2016年11月在新三板掛牌，2021年11月成為北交所首批上市企業之一。該公司主要從事數據應用為目標的軟件產品開發與銷售，保薦機構為五礦證券。7年財務造假，線下攔截詢證函，私刻公章，你說這個哪一條擱到這個萬惡的美的，估計他也吃不了兜着走。在咱們這兒就是退市，一退了之啊。在美的那兒，這估計要坐牢吧？大家想一想，你說哪一個資本市場能像咱們這樣波瀾壯闊，一個月也能查出7家造假的？關鍵還沒結束啊，不是說這查完就沒了啊！真是資本市場的奇葩呀！我們再看看這胡锡進老師啊，這胡锡进老師最近為這個委內瑞拉啊，為這個馬杜羅被特朗普抓走啊，也是操碎了心啊，有10萬個為什麼，始終想不通。他今天又说啊，發了個評論，說客觀說世界很扭曲，每一個人的價值判斷都會有點雙標，但是雙標也會遵循一定的邏輯。這胡锡進老師說的雙標啊，這是說他自己雙標，不是每一個人都雙標啊，這個是他自己價值觀紊亂了，是他自己，對吧？自己把自己搞亂了，長期虛假敘事啊，自己把自己搞亂了，對吧？自己的宣傳對象沒相信，他自己信了。胡锡进老師說啊，他說無論委內瑞拉紛爭還是別的國際紛爭，大多數國人有一個天然樸素的價值判斷線索，那就是看中國的國家利益在哪，從而形成自己的好惡。你看，他就是典型的用自己代表所有人，就用自己的這種觀念啊，這種認知啊、立場、態度來一下就代表了大多數國人。圍繞愛國這個詞容易起爭議，因為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是愛國的，只是角度和方式不同罷了。但國家利益是相對清晰的，更加容易辨認，而且中國專業外交團隊不斷宣示國家對具體問題的態度和政策，這為我們普通人在國際舞台上辨識中國國家利益提供了一目了然的標記。然而有些人
跟中國的國家利益明顯跑偏了，哎，他開始了啊，反正不認同他觀點的，那就是跟中國國家利益跑偏了，就開始扣帽子了啊，後面再開始打棍子，老一套啊，和美國的利益攪到一起去了。哎，你不認同我胡一進，那你就是不認同國家利益，那你就是認同美國利益。這就是胡適邏輯啊，這麼悄悄一轉變，你又變成大侄子了，帶路黨漢奸，對吧？簡單點說就是不認同胡一進的觀念，哎，那你就是帶路黨，你就是漢奸，這他是潛台詞嘛，呼之欲出啊。他是憂中國之所樂，樂中國之所憂，就說了很多人啊，反而跟美國一順了。也就是跟美國站一邊去了啊，甚至把它變成自己價值判斷的邏輯線，還來網上炫耀帶節奏振振有詞的這些人，胡一進老師給這些人畫了個像啊，就是反對胡一進老師的啊，畫了個像。什麼像呢？就是說啊，這些人呢，往往在國內一些事情上有點情緒，於是把那些情緒投射到了國際紛爭上去，自覺或不自覺的同中國國家利益唱起對台戲，逢美必挺，都這樣了，還嘴硬自己真愛國真正義，不知道該怎麼說這幫人。胡一進老師啊，非常有意思啊，胡一进老師就是60多歲了，始終沒搞明白業主利益物業利益，這個業主是業主，物業是物業，把這兩個混為一談，所以胡一進老師永遠找不到答案，永遠看不清到底為什麼，所以他認為是雙標，實際上是他自己雙標，對吧？如果胡一進老師有一天啊，他搞清楚了什麼是業主，什麼是物業，哎，他馬上他這些困惑啊就迎刃而解。如果一個國家啊，物業的利益和業主的利益完全一致，物業就是代表業主的，就是給業主服務的，完全體現業主的利益，那他這兩個就是合二為一。如果對吧，有的小区啊，業主和物業是兩張皮，物業代表的是自己利益，甚至都是代表极個別物業領導的利益，对吧？跟物业員工都没什麼關係。那你把這個物業和小區業主混在一起，誰搭理你呢？以這個委內瑞拉為例啊，馬杜羅幹了10幾年總統，馬杜羅在委內瑞拉啊支持率是92%，比薩達姆稍微差點，但是比迪布劳人支持率要高啊，92%人支持馬杜羅。那為什麼為馬杜羅賣命的卻是那32個古巴人呢？就是胡一進老師把這個都想一想，這個古巴是吧？全國哀悼2日，認為這32個人是勇士，為了捍衛這個馬杜羅的生命，付出了這個生命的代價，全部成了這個三角洲特種部隊的這個槍下冤魂呢。該說不說啊，人家古巴人雖然不管他是這個他道義上咱們先不說，就是說他這個契約精神還是有的，人家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對吧？你給了我錢，你雇我來保護你，那人家真是雖然水平不咋地，对不对？全被人幹了，一個三角洲部队的這個隊員都沒有被他打傷，但是人家好歹在那兒，對不對？反抗了，人家沒有投降。哎，相反啊，委內瑞拉那些軍隊、那些護衛隊、那些保鏢、那些外圍的警戒的，那都人家直接把槍就放下了。誰為馬杜羅賣命啊？天天喊着要誓死捍衛馬杜羅，但一看到美軍這個三角洲部隊是吧，立馬槍就放下，還是一幫外國人、一幫古巴人在那抵抗。這說明啥？我倒不是說古巴人道德高尚啊，我是說他好歹拿錢拿人錢財替人消災，也算是履行了合同。那古巴人履行合同，那個該保衛馬杜羅的，天天喊着要保衛馬杜羅的這些委內瑞拉人，人家心裡跟明鏡一樣的，犯不着為馬杜羅而獻出自己的生命。可以這麼說吧，被委內瑞拉人拋棄的馬杜羅，居然很多基本盤，居然胡一進老師在那兒大呼小叫的叫屈。如果馬杜羅代表了委內瑞拉大部分人的利益，我相信啊，美國就是再厲害，對吧？他就是再技術發達，再情報工作做得好，他也不可能，对吧？毫发无傷的，他們自己一點都沒流血，能把馬杜羅從委內瑞拉帶走，這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啊，如果馬杜羅代表了委內瑞拉人的利益，你美國想去策反，你也策反不了，對吧？你中情局你就是在滲透也沒用。馬杜羅自己都預感到自己多行不義必自斃，對吧？他都不相信委內瑞拉人民會保護他，所以他才從古巴、從俄羅斯叫人呢來保護他，因為他不相信自己的人民都已經到這份上了。胡一進老師還為他叫屈，然後說不叫屈的都是雙標。有網友總結的非常好啊，對吧？你看這國家一旦遇到外敵的時候，
敢把槍發給老百姓的，這叫自信。後來我想想是啊，這個2022年2月24號，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時候，那澤連斯基對吧，就在基輔開始發槍。我當時因為那個時候我當時還不理解，我覺得澤連斯基胡搞，這樣烏克蘭一定會天下大亂，秩序失控。那個時候我還不理解這個做法，後面我才理解，人家這叫自信。澤連斯基知道把這個槍發給老百姓啊，老百姓不會拿槍對着他的，是要對着侵略者的，他充分相信。馬杜羅敢把槍發給老百姓嗎？雖然他天天搞遊行是吧，天天要反美，天天要準備這個全國動員，要跟美國幹，要準備跟美國大打一場，他敢發槍給老百姓嗎？不敢，因為老百姓一旦拿到槍，就不打美軍，打誰不知道了。哈梅內伊敢給老百姓發槍嗎？哈梅內伊說美國要來了啊，以色列人要來，他敢發槍嗎？當然，烏克蘭現在啊進入戰略相持之後，好像他也不發槍了。但是俄軍兵臨城下，在基輔对吧？所以說開始發槍。所以說我看胡錫進老師這個評論呢很有意思，實際上這是基本盤和黃俄通行的一個說法。他就說你看這幫人雙標，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那叫侵略，那你看特朗普跑到委內瑞拉把馬杜羅抓走了，這難道不是侵略嗎？怎麼不去譴責呢？這就是黃俄邏輯，這就是叫基本盤邏輯。他把這個叫雙標，主要看你啊代表不代表群眾利益，對吧？你已經代表不了群眾利益，那你還指望乞丐守襄陽？這個小區物業的領導啊，貪污腐敗都已經形成婆羅門了，對吧？形成特權階層，完了你還指望着業主保護他們？這個我說遠一點啊，我以前在北京那個小區啊，那個物業一般不都是開發商的嗎？後來那開發商不知道是跟谁有官司，開發商没錢他就想在這個小區裡面搞停車位收錢，當然還有一些扯皮的地方啊，還有一些這個建築啊，還有一些這個物業啊，這可能還輸入那個開發商的，然後為此啊就跟物業產生糾紛，這個時候雙方的爭取業主啊支持，雙方的發傳單，挨家挨戶上門敲門，寫那個什麼致業主的一封信，把這事情來龍去脈一說，就是都希望這個業主支持，物業呢希望業主支持物業，那開發商希望業主支持開發商，然後指出這個物業啊在這兒胡作非為貪污，對吧？掙了好多錢也不入賬，然後那個物業就指責這個開發商說這個反正兩人打起來了，最後發現業主大部分都不搭理他們，你們倆狗咬狗，愛咬誰咬誰，反正你们那都不代表我，你们俩人谁把誰打贏了跟我們都沒關係，狗咬狗一嘴毛。有個別業主啊，就像胡錫進老師這樣的，他跟物業關係好，被物業經常關照的，他就呼籲啊，要保護物業，物業在這兒沒功勞也苦勞，物業天天為我們着想，顯得滑稽可笑啊。如果物業真的是為業主着想，事事為業主服務，那開發商想動物業也動不了。如果開發商對業主好，對吧？那物業恐怕就被趕走了。實際上這倆人對業主都不好，都是坑蒙拐騙，需要利用的時候開始煽動。好在那個小區啊，基本盤少，大家頭腦還比較清醒。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